即时请咱陪万心做伙来敬拜上帝。天界大灵者正经哩啊，着将上主应有的荣光、权能归乎伊，着归乎伊；着将上主的名应有的荣光归乎伊，存圣洁的心敬拜上主。即是请咱三甲来吟诗学老上帝，圣诗273首，圣诗273首，至尊的主宰上帝是神。请咱三甲来吟全首。就
咱下头来祈祷。亲爱的上帝，阮兜有福分做你的百姓，阮满心感谢。天父上帝，阮知人的力量实在有限，随望现代医学甲科技发达的进步，总是当阮拄着生命的威胁、病毒、天灾、水灾来侵犯的时，致甲阮人类受到伤害甲死亡，这实在互阮无力通承受。当阮拄到这个代志的时，阮心惊吓，信心摇逝。安尼现况，阮常常拄着试探。即摆疫情造成阮袂当来到圣殿学罗敬拜，这拢是阮料想袂到的。但阮诚心恳求主你施阮赐福，透放阮心内所有的不安甲烦恼。上时啊，求主你，互疫情紧紧过去，通互阮来到圣殿做伙吟诗敬拜阿罗你。阮安尼求，拢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免。这是咱三甲来启用启文13篇，诗篇42篇啊，我来启请牧师来引。上帝啊，我的心迫切羡慕你，亲像鹿迫切羡慕溪水。我的心喙焦羡慕上帝，永远的上帝。我什么时为到上帝的面前去朝见？我明日用目屎准饭吞。因一定问我，你的上帝伫倒位？我早前带众人做阵去上帝的厝。用欢喜的称赞的声，大家守节。我想念迄个代志，心非常的悲伤。我的心啊，你是安怎样郁卒？是安怎样伫我的内面害惨？着仰望上帝，我犹求要称赞伊，因为伊是我的拯救者，我的上帝。我的上帝啊！我的心伫我内面郁卒，所以我要对约旦的地、甲乌门以及米沙的山笑念你。你的瀑布出声，深免甲深免相呼应。你的波浪，你的大影，引捌我。这时，上主施落伊的慈爱。每时，伊互我唱歌，对我赐活命的上帝所祈求。我要对上帝，我会照盘讲。你哪会袂记得我？我是安怎样因为对敌压迫、悲伤哭行？我的弟弟欺负我，拍碎我的骨头。因一直问我，你的上帝伫倒里？我的心啊，你是安怎郁卒？是安怎伫我内面害惨？着仰望上帝，我犹求要称赞伊，因为伊是我的拯救者，我的上帝。请咱三个来吟圣诗学罗上帝。圣诗250首，圣诗250首，着学罗主上帝，请吟全首。
时，请咱用使徒圣经来告别咱的信仰。我信上帝，全能的爸，创造天地的主宰。我信耶稣基督，上帝的独生子，咱的主。伊对圣神投胎，对在色女玛利亚出世，伫本州彼拉多任内受苦，顶十字架死埋葬，录音符。第三日对死人中搁活，上天，担坐伫全能的爸上帝的大屏，伊要对遐过来审判活人甲死人。我信圣神，我信圣，共同的教会圣徒的相通，罪赦免，肉体搁活，永远的活命。阿免。请咱三个来共读上帝的话，记载伫诗篇66篇第1节到第7节。第一位圣经则是诗篇66篇13节到20节。请咱三个来看。全地拢着对上帝出欢喜的声，唱歌称赞伊名的荣光，用俄罗的话显明伊的荣光。第3节，就对上帝讲：你的作为，哪尔啊通敬畏？因为你的大权能，你的对敌会降服你，全地会敬拜你，吟诗俄罗你，会吟诗俄罗你的名。第5节，来看上帝的作为，伊对世间人的所做真通敬畏。伊予海变做大地，伊的子民步行过河，伫遐愿因为伊来欢喜。第7节，伊用伊的权能永远统治，伊的目睭监察列邦，背逆的人毋通自权。第二位的圣经在记载伫诗篇66篇第13节到20节。13节，我要带小化者进入你的殿，我要对你谢我的愿。我要行伫患难的时，嘴唇所讲，嘴所下的愿。我要献肥的精生做小化者，献绵羊公、牛公甲山羊公，将小化者的香味献互你。16节，敬畏上帝的人，拢着来听。我要讲起伊为我所做的事。17节，我要用我的喙求叫伊，用我的指称赞伊，尊重伊。18节，我的心内若有囥歹的念头，主一定袂听。毋过上帝实在有咧听，有听见，伊已经压落听我祈祷的声。20节，上帝应该受称赞，伊毋捌拒绝我的祈祷，毋捌互伊的慈爱离开我。这个时候，我用华语版的经文再念一次今天的经文，诗篇66篇第1节：万民要欢呼颂赞上帝，也要歌颂他的荣耀，要向他献赞美之词。要向上帝说：你的作为多么奇妙！因为你浩大的能力，仇敌要向你投降。地上万民都敬拜你，他们歌颂你，歌颂你的尊名。来吧，来看上帝所做的大事，来看他在人间的奇妙作为。他把海变成陆地，使我们的祖先步行过去。我们在那里因他的作为欢乐。他以大能永远掌权，他的眼睛鉴察万国。悖逆之徒啊，不要自高自大。13节，
我要带烧化祭进入你的殿宇，我要向你还我所许的愿。我在患难中许下的愿，我要偿还。我要献上烧化的公羊，我要献上公牛山羊。烧生祭的香气将上达云霄，敬畏上帝的人呐，都来听吧！我要述说他为我所做的奇事，我向他求援，我也向他唱颂赞的歌。我如果忽视自己的罪，主一定不垂听我，但上帝垂听了我，他垂听了我的祷告。我要赞美上帝，因为他没有拒绝我的祷告，也没有收回他永恒的爱。经文念到这个地方，愿神祝福遵守他话语的人。下面时间，咱要交予詹牧师来讲道。伊要分享的题目是全心全身的敬拜。各位兄弟，大家平安。伫礼拜进前，咱三甲拗头来祈祷。怜悯世人的天父上帝，阮仰望你的恩典，感谢你的同在。保守阮有健壮的身体、喜乐的心灵。你为世人所备办的一切的福气，丰盛有春。这是永远福气的恩典，也是阮世人所期待的。阮满心欢喜，也感恩伫这个时阵来领受。天父上帝，现在阮伫你的面前同心敬拜，愿主你的心甲阮同在。甲阮每一个兄弟姊妹同在，互阮对主你遐领受的属天的智慧，来领受你的话语。阮安尼感谢祈祷，拢是奉靠主耶稣圣尊名，阿门。大家平安。这嘛是一个真特别的这个礼拜因为咱这个时阵无法度实体的礼拜，所以呢，讲道对下较无人嘛感觉怪怪因为这个疫情所以呢，互咱有一个新的观念伫这个所在来产生啦因为咱对这个新的这个生活爱适应咱对这个防疫的所在来去看去，对去年已经年半要到2冬的时间，对这个武汉肺炎的影响实在是非常非常的大。所以呢，规个改变咱的思考这个思考的内底呢足特别的。拄仔伫网络的顶面看到一篇即个打油诗啦伊是安尼写这是伫今年初的时阵拄仔看到，伊回顾过去一年的内底，安怎样去面对这个诗呢是安尼讲1月疫情，2月风3月逐工看时钟4月好待伫家中5月游园伫风速中，6月呢坐车等山空7月8月旅游风9月10月美的风，11、2月游年中今年会当活得算成功明年安怎活研究中疫情中疫情若毋紧的全局中人一定会起笑这实在是要用华语来读较好啦我用华语讲读一解1月疫情，2月风3月每天看时钟4月发呆在家中5月依然封锁中，6月坐吃等3空7月8月出游风9月10月美珠风，11、2月又年终。今年活着算成功，明年怎么活研究中。疫情再不全剧终，人人铁定会发疯对这个过去的内底，咱会当看起时代就亲像这个诗歌、这篇诗语同款，互咱对这个新的观念、疫情安怎去面对咱的新的生活有所改变。以下有10张的这个PPT咱会当看起，全国伫遐在呼吁什么？呼吁对这个疫情以后，甚至疫情的
后疫情时代的这个生活，要安怎去面对？咱当看去，你要安怎样甲这个病毒，安怎样去防治，安怎去生存？伫这个 PPT 内底，你阁会当看去这个所在。伫这个10张的 PPT 的内底，咱会当看去，咱甲人的生活，就亲像第4项的所在，人甲人的距离，煞有所产生了改变啊。咱往往看去关怀，拢爱到伊的面前，坐伫伊的边仔，安尼叫做关怀，安尼叫做探访。但是这个疫情，互咱看起的呢，真正改变咱的思考。所以伫这个过去的内底，咱会当看去，上帝透过了这个传统甲历史，甲咱讲起伊的作为。伊的作为的内底，上帝伊无要留伫过去，上帝伊伫逐个时代的内底做无共款、不断更新的事啊，不断更新的事。所以伫这个过程的内底中，咱有看去上帝的作为伫倒落。咱每一天的思考，日子是一天一天在过，一年365天的内底，伊安怎样去面对？咱要安怎样去面对？咱知影疫情对产生开始，真正到今年11月就要2档。咱看起伊对咱的社会经济所带来的冲击是安怎样？伫这个过程的内底，有影，咱有安怎去面对这个？咱要用咱的什么心态去面对这个呢？这个面对的内底。咱会当看去，上帝就是咱的心啦，心伊展现咱的思想，心伊也带出咱的情感，心伊也统帅咱的性情啊。上帝听咱，伊也希望咱用听、用爱来回应伊。爱爱有心啦，爱有心。有心，阁爱有行动啊！爱有行动啊！听主上具体就是真心甲行动啦。用安怎来表达？用感谢上帝，这上实际的方式来表达啊！咱看今日的经文的内底66篇第1节到第4节的所在，真心。真实的感谢，这个敬拜。咱看去第1节，全地流浪对上帝出欢喜的声，唱歌学乐伊的名的荣光，用学乐的话显明伊的荣光。就对上帝讲：你的作为哪会通行为啊？因为你的大权能，你的对敌话降服你啊！全地为敬拜你。吟诗称赞你，会吟诗学乐你的名，敬拜上帝，按用热切的心啊，这个心是源头啊。然后咱阁看去，伊伫第13节迄个所在，嘛有伫遐讲起，我要用献肥的精神做烧化祭。献祭，这是一个礼拜的过程。关于礼拜，也就是讲华语讲的敬拜。敬拜是为着啥？敬拜是为着上帝啦。敬拜是为着上帝，以上帝做主、做大、做中心嘛。所以呢，你才会真心真意伫遐来学乐颂赞伊的名，用感恩的心。来回应上帝，回应上帝什么？因为感恩、感谢上帝，伊的带领、甲救助、甲帮助啦。我用一个例来大家分享，什么叫做感谢的祭啊？感恩的祭。伫这个 NHK 有一个
录影片吼，伫遐来讲起有一个日本一个牛人啊吼，真后做麻糍的一个牛人，啊，这个做啥物呢？做迄个sasaki 啊，sasaki 麻糍吼，就是迄个柿饼啊吼，一个直甲下较一个细个细哈柿饼啊吼。啊，伊在讲这个故事，啊，做的人是啥物人？是一个90岁的阿嬷，90几岁的阿嬷。啊，伊啊，一年用手工做一年差不多5万粒的麻糍。伊对办迄个竹叶啊，到吹迄个红豆，伊的红豆银迄要做迄个银，到迄个米安怎样做迄个皮麻糍的皮，拢伊一个人，对头到尾拢一个人，手工，拢是手工。所以你会当看起讲吼，做选甲做爱开偌济的时间啦。啊，这个成本你若甲算落，迄无法度去算。但是这个一工伊会当趁偌济？会知影伊一工的利润才1500日币尔，1500日币尔咧，拢是手工。连做吹这个麻糍的这个皮，伊拢用手，无啥物保护，就用亲手去摸迄个触感，迄个软度，拢是手工伫遐做。所以呢，互这个阿摩阿去，就是讲迄个亲生地区啊，阿摩尼，这个亲生的地区，遐个人呢？逐个人拢来抢伊，啊来伫遐买伊的物件，啊即嘛用山西的产品，所以呢，逐个拢替伊广告，所以呢，外关市的人拢来，无进来就摕袂到啊。啊，即个阿嬷，伊愿意一工干若利润较少的时阵，伊愿意做遮的事，做即个麻糍。你看伊是毋是专心现场？所以记者。这个记者就来到这个所在，访问伊啊，啊，你哪会专心专意投入？啊，你一直坚持安尼落呢？啊，记者去访问的时阵，去到因厝里，才发现伊的囝甲新妇拢破病。囝甲新妇破病，伊爱照顾伊的囝甲新妇，伊90几岁，因囝70几岁左右啊。所以伫这个过程内底，人甲访问的时阵，这个麻糍阿嬷安怎讲？伊讲吼，咱的双手是黄金一般样的宝藏啊、宝贝啊，一定爱好好来利用啊。有影，这个记者后尾才发现，这个麻糍阿嬷吼，伊在卖麻糍的时阵，伊无用因兜迄种悲情的故事伫遐来推销啊。记者嘛发现。安尼才袂去耽误解伊专心专意的工作甲服侍啊！啊，这就是伊专一、专心的表现。做这好的这个麻糍出来，所代表的是啥？伊对伊生活的迄种的感恩啊！用伊的故事，甲伊拄仔讲的迄句话的时阵，啊，咱每一个人。咱是全人诶，是全黄金上宝贵诶全人。啊，咱有好好来到上帝面前去敬拜无啊？咱有无啊？咱有用一寡美情诶故事来去讲出咱无来敬拜诶理由吗？这咱会当深深思考啊。讲到敬拜。也互我想起，敬拜爱专心专意，为民读的迄个教理问答，教理的问答，若要领洗，人拢爱去读迄个六回向啊。第一条的问题是啥物？第一条问题是啥物？什么是人上重要、甲上悬的目标啊？要领洗。成做上帝的子民，爱信仰个别情。第一条的问题，什么是人上重要、甲上悬的目标啊？
恁想咧？伊的答案是：人类上重要、上悬的目标，就是荣耀上帝啦。永远完全以上帝为乐啊！这是上悬的目标啊！专心啊，专心！伫这个信仰的内底，咱的敬拜，专心的敬拜，就是尊主最大啦。尊主最大，展现出亲像这个麻吉阿嬷伫信仰中迄种虔诚的态度共款，对上帝专一啊！对上帝专一、专心付出，这就是真心的敬拜。这个敬拜内底有需要咱来操练啦。无毋对，咱讲咱无法度来到这个实体的礼拜，但是这个操练是安怎样？就是伫咱信仰的内涵内底，你有尊主、有敬畏主无啊？你有敬畏上帝无啊？你若有敬畏上帝，你就会谨慎，足自觉的，你就会谨慎你的言行举止，对所有的代志，你拢会去注意，你也有所节制，也有所分别。因为当敬畏人、敬畏上帝，人敬畏上帝的时阵，伊清清楚楚知影伊伫信仰中的身份甲责任啦，身份甲责任，所以伊会起调敬畏伊的上帝，伫信仰生活的内底守本分啦，伊袂去做互上帝无欢喜的事啊。甚至迄个言行举止，甚至观念，伊对伊的生活的内底，伊会表露出来。所以，这个操练，敢若伫咱实体礼拜内底，才有法度操练吗？我相信毋是吧？就是咱伫周间的内底，就是这种的敬拜。只是来到这个上帝殿堂的内底，照着伊的话，搁一概提醒咱。心受专心专意，伫遐用感谢来回应伊啊！这种的敬拜。讲到敬拜，经文内底讲到俄罗，我嘛搁用一个来甲大家分享。俄罗啊，伫德国一个槟城有一间大学，医学大学。医学大学内底有设立一个病院啊，吼。因为迄医学生、遐老师拢是对医学出来，所以呢，伊遐有病院，病院拄啊好会当实施以外，佫会当帮助治疗这需要的人啦。有一个人吼，伊的喙齿得到感冒有肿瘤吼，所以就来甲这个学校，这个医学学校，迄个医学院内底，就伫遐追找这个帮助。医生甲看了吼，发现有影伊的痣吼整较大个，有一个透明吼，这个肿瘤，呢一定爱挂掉。因为迄个肿瘤爱挂掉的时阵呢，伊边仔嘛拢一定爱甲清互清气。我评估了呢，迄个喙齿吼，规个拢爱挂掉啊，喙齿规个爱挂掉，这影响性命，所以病人当然啦。威胁到性命，当然爱去处理啊，所以就同意爱手术。所以呢，定好倒一天，来到这个病院，入到这个开刀房，到迄个开刀房入去了迄个手术台面顶的时阵，刀伫遐拢配配好啊。这个主治医生就甲这个病人讲：“你准备好未？”这是你上尾一届用你的喙齿讲话的机会哦。你有特别什么话，有什么交代要讲无啊？这是你上尾一届会当用你的喙齿来讲话的机会呢？听有无？这个病人听起主治医生安尼讲了哦。伊就看起这手术台边啊，这医生、护士啊，甚至实习的这医生啊，
安尼看一轮了后啊，伊就开嘴讲，伊就开嘴讲啥？伊讲感谢救赎世人的主耶稣基督，对这世到永远无煞。阿门。伊干那讲这句话，伊上尾一句话的机会，也阁是伫迄个所在来懊恼上帝。新的医疗环境来到这个时阵啊，新的医疗带来就是互咱真济的气象甲忙敢毋是？因为比起过去内底，咱进步足济。意思就是讲，咱面对挑战的时阵，拄着困境的时阵啊，咱拢安怎样？咱拢讲，你看我发明这个，我有这个，所以安怎样啊？意思是啥？意思就是讲，过去所有一切拢是我靠相信咱家己啊。但是敬拜，就一概提醒咱安怎样敬畏上帝啦。这个意思是啥？尊主最大的意思是啥物？就是讲，咱爱将咱家己交托给上帝啊，仰望倚靠伊啊。因为伫咱信仰内底，深信伊对所听伊的人，拢袂变；对人的祝福应允，拢袂变。袂变以外，也永远会成就啊！这就是敬拜的内底，感谢、懊恼、敬畏伊头前的所在，互咱去想起信仰的内底所行的。所以呢，敬拜的内底专心敬拜，敬拜内底有懊恼，有感谢，有献祭。然后呢，咱看今日的经文第5节到16节的所在，讲起。第一项就是讲起了见证啊，你有威信无？这个见证有形成一形无？第5节的所在讲，敬畏上帝的人拢来看，看什么？我要讲起伊为我所做的事。16节，敬畏上帝的人拢来听，我要讲起伊为我所做的事。来看，来听。这就是上帝对正人、敬畏伊的人、做礼拜的人，不然是个人、全体这种的呼吁啊！敬拜甲见证，这就是咱礼拜的所有啊！这个礼拜、这个见证，敢毋是咱伫教会生活内底？这个见证，敢毋是伫生活内底有所改变的所在啊？伊是伫咱生活故事的内底，讲起上帝对咱所行所做的事，互咱人体验经历，然后安怎？咱领受伫即个内底，因为咱经历，咱领受上帝恩典了后，然后咱就甲咱周围的人去做好见证，敢毋是嘛？讲到见证，我相信。咱逐个教会，咱的教会嘛有小组啊。小组上大目的是啥？小组上大目的就是互人经历，带人信主认捌上帝啊，敢毋是？有一个咧安尼讲啦，一个姊妹哦，为着因个先生还未信主，还未领洗，伫遐来台岛啊。伊嘛望吼，伊个先生会当悔改信主啊，所以呢，伊不通逐工为伊先生祈祷，伊也要求伊的小组的人员来为伊的先生祈祷。逐礼拜就是安尼，有啥物爱台岛的，伊就是为着伊先生祈祷，要求全小组、全教会人为伊安尼来祈祷。啊，但是伊的信仰生活吼真特别啦，因为伊脾气真无好，无人较会当甲伊回应。啊，就因为安尼吼。有一天，伊的教会牧师啊，知影即个重要的问题所在啊，就甲即个姊妹叫来办公室啊，就对伊讲啊，讲你若要得到上帝垂听你的祈祷，拯救你的丈夫啊，拯救你的丈夫吼，你爱面对
你的脾气啊！求主加替你开力，去克服这个歹的脾气啊！你要对上帝有信心，亲像希伯来书12章第1节的所在所讲。啊，这个姊妹吼，你着牧师伊的劝勉的时阵啊，伊信心就伫伊心内伫遐做工啊啦。所以呢，伊开始求主，祈祷的内底就求主，互伊有开力来克服伊的脾气啊。啊，结果无几工哦，就安尼祈祷了，改变无几工祈祷了吼。一天伊先生下班回来，的时阵啊，回来厝里的时阵吼，坐伫未食饭，就坐伫客厅吼，伫遐咧休困的时阵，无小心，甲边仔一个电火，迄个电火吼，足水的，迄个左灯吼，结果碰到，它落落来，降破去啊！哇！这个先生哦，足紧张的，因为伊这等因太太国语讲吼，河东狮吼啊！结果伊太太无安怎样反应诶。到逐个两个阿某在咧食暗顿的时阵啊，迄个气氛吼，先生拢毋敢回应，无想到太太。伊出声讲话，伊讲吼无要紧啦，咱只需要吼较欠一寡的，咱就阁会当阁买一个新的啊啦。这个先生就伫这个时阵听起太太讲这句话了吼，才非常的惊吓。伊就回应讲：太太。这是安怎样啊？你哪改变遐尼济啊？太太就回应讲：是啊，我恳求上帝洗清我的心，也求主使我开力，帮助我克服这个歹的脾气啊。先生听见太太安尼讲了后，讲：太太，如果你所信的上帝有遐尼大的开力，我也愿意互伊来改变改造我。有影就对伊开始了，对伊太太去教会，然后呢，领洗信主，这就真好的回应。回应什么？66篇第18节的所在讲起，咱若有罪来到上帝的殿堂。祈祷的时阵，上帝是袂听咱的祈祷啦。上帝为我透过敬拜的内底，甲见证的内底，一直在提起咱的信仰的生活。生命的见证，敢毋是就是亲像咱用信心的迄种的期待，来去追找上帝，来去认捌伊。听伊，然后回应伊，直至到咱的信仰生活，咱的生命有所改变，改变了喜乐、懊恼、感谢，咱的生活就变成做通过礼拜、敬拜，咱亲近上帝，咱的顺服甲交托。这就是咱的信仰的生活感是啊。雅各书4章第8节安尼讲，就亲近上帝，上帝就会亲近恁。做人啊，就洗清你的手；无定性的人啊，就洁净你的心嘛，洁净你的心嘛。咱经过生命的经历见证，咱规个人改变。所以呢，咱当看起啥？第3点的所在讲，你就将做专心的人这就是敬拜的结果啊！敬拜上帝上大目的就是迎讲上帝嘛。迎讲上帝的时阵，上帝就对伊伫遐来改变伊的生命嘛。所以人伊就回应上帝，伊就对上帝伫遐懊恼感谢。
敬畏伊，将因光归乎伊啊。所以哥林多后书5章17节的所在安尼讲啊，若有人伫基督的内底，伊就是新造的人啊，伊就是新创造的人，旧的已经过去，但拢变成做新啊。伫基督的内底，基督的内底，成做全新的人。咱有新的身份、新的思想、新的作为、新的性格、新的性格，啊，咱是毋是拢总换新？会当面对这新的世代啊，敢是吗？今日咱我看起科技也好，医学也好，医疗也好，拢一直在进步，一直在进步。进步的过程内底，互咱的印象是啥？不管这青少年也好，讲哇，因对3C 电脑那反应较紧啊！啊，电脑有一个名词啦吼，叫做 upgrade 啊吼 ，upgrade。意思是啥？人伫这个时代内底，上帝透过这个时代，一直不断互咱伫遐来更新嘛、学习嘛。对新的毋知影，你着学习嘛，你着经历嘛。啊，你经历，你学习，你就会改变嘛。一个企业家安尼讲啊，讲啥？这个社会一直在淘汰的是有学历的人啊，但是呢，伊袂淘汰的是物？伊袂淘汰是有学习气力的人，甲愿意改变的人。这个社会一直在淘汰有学历的人，但是不会淘汰有学习力、愿意改变的人啊，是毋是安尼？咱来思考。所以无怪用基督的心做新的时阵，咱迄个中心无走去，咱的观念无走去。所以呢，不管是伫咱实体的礼拜，也是伫网络面顶的礼拜，我相信礼拜所带互咱的，就是咱有用敬虔的心、专心专意的态度，用阿乐用感谢来回应听咱的上帝啊！无啊，敬拜所带领出来的结果是啥？互咱去看起上帝伫恩惠的内底，咱受伊的塑造转化，伫咱基督的内底，叫做新创造的人。互咱有这个气力面对新的环境，互咱有气力有信心面对不管是喜乐、忧伤、痛苦，甚至不安的事，咱有这种的信心来仰望顺服伫伊。透过礼拜，搁一届提醒咱，转到上帝的面前，求主的神甲咱三角伫地，也愿上帝进入伫咱的心，改变咱。三角压头来祈祷，天顶的爸，献上感恩，你的恩典疼痛满满，伫阮的心中，阮经历，阮领受，但是阮欠缺主的所在，就是阮无迄个智慧来看起主你对阮的祝福，互阮会让用感恩的心来去领受。愿主赦免。这个时，阮也伫主你的面前，伫迄个所在困求。阮恳求主你伫阮日常生活，特别信仰生活经历的时阵，愿主你的话试察提醒，互阮所做、所行、所想，拢会当伫主你听从，下你旨意的内底来为你做好的见证，因光你。阮安尼祈祷感谢，拢是奉靠主耶稣的圣尊名，阿门。真感谢牧师带来这么水的信息，愿互咱的信仰全心全心的付出，互上帝所用。所接来吟回应的诗歌，圣诗533首，圣诗533首，我真爱讲这故事，他吟全首。
即时请用方言来回应上帝的恩典，请兄弟会当用网络的方式来奉献。即是咱来唱奉献的诗歌。
所有的画面，拢仰望你。你照时，互因食物。你摊开手，互所有的画面，拢照所爱得到饱足。这是咱来做奉献的祈祷。天父上帝，阮感谢你，阮知阮人类甲世界逐项拢是你创造想事。你赐智慧互阮，赐能力互阮，当阮献上担保行李做你路用，求你接纳。祈祷奉主耶稣基督名求，阿免。这是我的报告。本会消息：防疫政策第3级的警戒，咱要延到7月26。教会逐场地的礼拜，原来是用，又搁是要用网络甲视讯的进行，请兄弟伫府上透过网络的直播来参加礼拜。第3点。本主日感谢詹牧师来台语甲华语的礼拜，多谢牧师带来的信息，感谢牧师。所以就来看具体的消息。徐瑞麟长老的灵尊徐义雄先生伫7月初3安息，定伫7月15拜祀伫新竹生命园区举行家祭的告别式，愿主安慰遗族。下周日2场礼拜，咱要请本堂的牧师来讲道。报告到这。请咱三甲来吟祝福车建的诗歌，圣诗402首。圣诗402首，恳求助力引带我脚步，请吟全首。吟诗煞请牧师祝祷。家己来行，恳求你甲我大个保护。若是我言行欠比是正，让我答应遵守你诫命，有我伫暗中做工课，对主因我是袂落，这是我人生的前望。同时来领受上帝的祝福。愿主耶稣基督的恩惠、天父上帝的疼痛、信息的感动，常常甲恁众人三甲伫地，对这事直到永远无煞。阿门。